婚林的蒜头就要大出啊！不过，即阵有农民反映过，蒜头产的叶啊黄去、烂去，无法度结球。公所会勘发现有病菌透过水来探病，目前损失的面积大约3公顷，了超过100万块。婚林土库的蒜头，阁剩无半个月就会当采收。不过，所有农民发现，规大片的田拢已经起黄，而且叶啊嘛已经黄去、烂去，就赶紧通报镇公所。经过农政单位的会勘，确定是病菌所造成的。亲像咱黄这安尼一直打的安尼啦，一直打了，阮着为向较严重，甲扣起来看，扣起来看，甲病胃拢内底拢烂去啊。紫斑病跟软腐病都非常严重。那如果说软腐病呢，又配合更多次的病态严重，又配合更多次的淹水的话，当然整区变黄化，没有办法收成，然后蒜球乱掉是很有可能。农改场表示，最近的天气变化大，加上这个病菌会透过水来探病，农民若是无对症下药，恐惊会造成更较大的灾损。对此，婚林县府农业处是呼吁，但是农民有看到倒位有出现病害，就要赶紧通报。农民这边如果说还有这种情形，赶快通报工作，我们来会诊，看是不是一个同案的，是否是天气的一个变化导致这个病害的部分。目前请农改场去做一个了解。土库镇公所表示，经过统计，目前蒜头损失的面积大约是3公顷，了超过100万块。那县府农业处是讲，会阁继续观察各乡镇的状况，避免影响到产量，致使蒜头的价值有起落。记者王伟雄，婚林报道。